當你一提起寶馬，自必然就想起三系㗎啦。原來不經不覺呢個咁重要嘅車系已經踏入咗第7同埋第8代，所以我今日特別揾咗一架好經典嘅第2代 E30，同大家一齊去測試。咁大家喺賽車場啊，應該見過佢唔少噶啦，亦都造就咗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，亦都建立咗呢個三系喺高性能仿跑車市場上面嘅地位。整個 E30 嘅車系咧，其實係1983年推出嘅，咁啊取代咗當年已經有8年歷史嘅 E21 車系。咁啊，呢個 E30 初推出喺香港嘅市場咧，係分別有2個型號嘅啫，都係直六引擎嘅 320i 同埋 323i。去到1985年咧，就推出咗一個小改版本，咁其中嘅 323i 咧就俾呢個 325i 取代嘅。咁啊，當其時嘅最大馬力170匹，只要最大扭力咧就係222.9噸米嘅。咁但係車重咧大概只有1300公斤左右，咁所以佢嗰個車重同呢個馬力輸出比咧係做得非常之好，再加上前置引擎、後輪驅動，造就咗架車咧差唔多有一個好平均嘅前後比例嘅，咁所以佢嗰個操控係非常之精準同埋好實在，咁所以好多人咧都話揸寶馬猶如揸架賽車。呢部有38年車齡嘅 325i 咧，可以睇得出車主係點樣悉心保養嘅。佢嘅外觀咧幾乎係冇嘢可以挑剔得到，仍然維持一個最佳嘅狀態，只係換咗4條 BBS 嘅合金輪圈啦。至於車廂方面咧，就換咗一對嘅 Recaro 座椅，咁車廂亦都保持佢當年應有嘅裝備，譬如有呢個電動天窗啦、空調系統啦、音響系統咧，都係維持喺當代嘅設計款式。試翻呢部咁經典嘅第2代 E30 325i，嗰種機械式嘅感覺，同現代化嘅三系係完全兩回事。喜歡情懷車嘅朋友，記住喺我哋度留言同埋關注我哋，我哋下集見啦！